團購俾錢冇貨，點算啊？你買多啲咪平啲咯。10個夠唔夠多啊？你而家10個人嚟買，我5蚊個買俾你都得啊。買多啲，折多啲，個個都知噶啦。戲飛可以團購，連雞蛋仔都有得團購。不過要喺指定時間內集齊一定嘅買家，先俾錢後攞貨，因住貨不對版啊！消委會今年首季收到11宗涉及網上團購嘅投訴，係上年全年嘅5倍。部分嘅團購網嘅免責聲明呢，亦都列明唔會負責因為網站內嘅資料錯誤或者不實嘅報導而招致嘅損失。咁即係話呢啲嘅損失咧，就會由消費者係自己承擔㗎啦。呢啲嘅團購嘅網頁咧，有可能係可以喺境外裏邊呢係註冊嘅。咁如果有問題走數嘅時候咧，係你要追究上嚟咧係好困難。黃小姐喺 Groupon 用咗幾千銀買相機，點知就出事啦，打去幾10次都冇人聽。print out 咗出嚟㗎啦，咁樣，咁上面就有個編號嘅，咁就即係佢就聲稱你打電話去嗰個供應商嗰度啦，咁就可以訂貨㗎啦，咁樣。咁但係點知打咗電話去之後呢，就竟然人哋話冇我記錄喎。現時大約有40至50個團購網站，話自己係全港首個團購網嘅激安松，話有行家會誇大或者誤導消費者，叫大家小心啲。因為個團購活動展示嗰個圖片，咁其實未必係嗰間鋪嘅，咁或者佢亦都冇講得好清楚，咁呢啲可能有少少唔同嘅成分啦。另外有啲可能網站推廣嘅時候都或者會誇大，咁或者未必有個產品嘅，咁但係就做一個噱頭嘅活動咯。消委會話要睇翻買家嘅口碑，記得 print 翻張收據，但最緊要唔好沉迷，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I am still fired up and ready to go.